过来是紧张的疫情当中温暖的故事。台北的主治病院收治一个80多岁失智的阿嬷，伊甲后生拢为着病毒，横送到无共的病院来治疗。台北主治病院的医护人员帮这两个母仔囝联络，帮因来视讯。一度是反同情的这个后生，伫个电话内底是甲妈妈讲再见，叫妈妈都要好好照顾家己。这是互边仔医护人员听甲目屎干目钱。还是我们先去洗澡。洗澡。台北主治病院医护人员伫专责病房内底照顾80多岁患着病毒的阿嬷。厕所怎么了？阿嬷有失智症和后生拢较近，送送去无共的病院。伊逐工拢话讲要找后生，医护人员真无简单，斗3工找着人，互两个人失信。状况真严重的后生惊无法度过照顾妈妈。伊讲：妈妈，我可能无法度过家己照顾，你爱听医生护士的话，好好啊照顾家己。儿子在跟妈妈告别的时候，当下大家心里都很难过。当下我们也只能说妈妈算庆幸，因为她失智嘛，所以当讲完以后，没多久又说他儿子怎么样了，永远都在问儿子怎么样了。这对母仔囝送送去病院了后，拢咧找对方。卫生局医护拢开始斗3工找人。一开始阿嬷的手机也无电，两个人拢无消息。医护嘛，逐工甲按答，因为失智阿嬷生活能力较歹，护理师阁替伊洗身躯。跟他的儿子在通讯的时候啊，就跟他讲说，他住院这几天都没办法自己洗澡啊。那我们得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，我们就利用下班时间，然后帮阿嬷洗澡洗头。温暖的医护甲病人当作是亲人，互人看到伫疫情当中，犹原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。好佳在阿嬷的后生治疗了后，顺利回去休困。目前就要等妈妈赶紧好起来，要甲伊接回去。